屬龍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有好多嘅注意事項嘅喎。嗱，第一個咧就係做嘢方面啦。由於今年咧好多時候會遇到一啲機會，象徵住咧你有一個變動嘅開始啦。做事方面咧，最緊要係謀求發展，只要有發展嘅機會咧，都要相當把握先得。認真做好事情啦，拓展啦，唔使心急㗎，穩住陣地再慢慢去拓展。嗱，揾錢方面啦，亦都係代表住經常會有變動啦，有時會多啲少啲唔穩定，千祈唔好浮躁喎。有啲損失或者遇到啲阻礙咧，都係正常做嘢嘅嘗試嚟㗎。只要避免一啲高風險嘅投資，同埋多啲聽一啲有經驗人嘅一啲建議，唔熟唔做，千祈唔好鋌而走險就得㗎啦。嗱，感情方面咧就要注意啦，有時會情懷落寞喎，有時又會觸景生情啊。人哋失戀或者係人哋嗌交揾你訴苦，你就跟住喊啦。唔可以睇咁多負面嘅嘢，可以傾聽，但係千祈唔好入局啊。嗱，記住啦，自己過好自己，管好自己嘅心態同情緒，你就贏晒㗎啦。有伴侶嘅朋友啦，由於今年啦大家都好忙，各忙各自精彩，令到感情亦都會淡薄咗嘅喎。而單身嘅朋友啦，要記住啦，遇唔到啱嘅異性緣都唔使覺得頹廢，因為首先你要過好自己，提升好自己，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你一定要等到賞識你嘅人嗰個時候先係最好嘅時機啊！嗱，2026年恭喜屬龍嘅朋友啊，氣勢如虹，龍馬精神。